佮來看袂少風濕關節炎的病人哦，那用到沙樂長榮定這款藥啊，會引起過敏、嚴重會青黴、肝角腰子受損，甚至會死亡。那靠中間病院的皮膚科就找到高風險的基因，建議患者在食藥啊進前，會當先來做基因的檢測，避免過敏的反應。沙瓦沙拉因是一種用來治療類風濕關節炎、甲腸仔炎的藥物。患者要長期食藥啊，才會當控制病情。不過根據統計，這款藥啊是2024年台灣引起嚴重藥物過敏的第一名。為了提升用藥的安全，中間病院經過研究，找到人體針對這款藥啊會引起嚴重過敏的基因。沙巴沙拉定的過敏，在過去並沒有一個辦法可以做一個很好的一個 confirmation。真的有這些病人，他們可能會因為這個基因突變的帶原，而造成他在未來用藥的時候產生過敏。他只要驗了基因之後，他就比較能夠找到他真的可能造成他過敏的原因。我認為這個是在臨床醫療上面對這些病人來講最大的價值。醫生指出，雖然這款藥啊引起嚴重過敏的幾率僅僅0.4%，不過死亡率算有30%，而且可能會造成患者出現大範圍皮膚起水泡、目睭青黴、肝角腰子的損害，甚至是死亡。咱這個風濕的病人，還是腸炎的病人，其實要用這個藥啊是常常會用到這個藥啊啦。那這個藥啊其實過敏的比例是無講足懸的，不過嘛萬不伊真正有過敏，其實這會足嚴重的，比如講會起水泡，會規身軀紅記記，那甚至發燒啊，造成到時陣會做嚴重的這個過敏反應，甚至有可能死亡的狀況。中間病院表示，事先的預防比術後的醫療更加重要，建議醫生開這款藥啊進前，會當身體病人做基因的檢測，也會當減輕家屬甲健保的負擔。記者郭友基、謝桂玲台北報道。